好，来，麻烦我们前面稍微绕一下，稍微让路一下。好，我们要准备鸣炮哈，咱主毕业加信众，麻烦咱准备要鸣炮，咱麻烦要鸣炮，麻烦大家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而且在此处感谢咱我们嘉义县的彰化县县长以及我们陈明文立委，我们民雄乡的何乡长。 还有我们咱行政火年宫的当属长，以及咱林义玲议员，我们陈文忠议员、黄光南议员，以及我们所有的代表，鸣炮！ 第一，我们带着加油了，高脚滚，后海拉。 啦。